嚟到9月尾，又係申請小一自行分配學位嘅時候。由於本港同埋跨境學童嘅人數持續上升，預計多區嘅小一學額勢必爭崩頭。下學年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由星期一開始。上水一間小學一早已經有超過40名家長喺門口排隊。排頭位嘅香港家長就直言，擔心個仔要同大批嘅跨境學童一齊爭學位，所以佢要早好多嚟到學校排隊。但係有內地家長就話，自己嘅仔女擁有居港權。即使個小朋友喺香港升學，亦都唔存在同港人爭學位嘅問題。另外，亦都有內地嘅家長願意每個月俾個仔花1萬蚊去上興趣班，希望個仔喺出年能夠入讀到九龍塘區嘅傳統名校。不過，有北區嘅小學校長就話，由於本港嘅學童人數上升，又多咗跨境學童嚟香港升學，所以令到好多區嘅學額都供不應求。當中以北區嘅情況最為嚴重。佢又指，部分內地學童嘅語言能力達唔到水平，學校必須為佢哋提供補習班嚟改善情況。有本港嘅家長就擔心學額會俾跨境學童蠶食，如果當局再唔處理呢一個問題的話，隨時會激發中港嘅矛盾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